大家好，先不急着劃走，我先問你一個問題：你去過雲頂嗎？或者說你去過任何一家賭場嗎？如果有的話，和你有冇留意過？你從踏入大門嘅那一刻開始，天花板的高度閣下的地毯花紋、頭頂燈光的顏色，甚至吹在身上的冷氣溫度，這些東西有沒有哪裡不對勁？和你可能從來沒有留意過，因為你真去嘅時候，滿腦子想嘅都是今天玩2手碰碰運氣，窮慳能不能贏點零花錢。你根本唔會去觀察天花板有多高，地毯係什麼圖案。但我要告訴你一件事，你從踏入賭場呢一刻起，就已經進入你一個被精心設計過的空間。你走的每一步，看到的每一束光，感受到的每一絲涼風，全部都係俾人算過嘅。和你以為是嚟碰運氣嘅，實際上你走進嚟呢個局。今天我不跟你講數學，又唔跟你講概率，講3樣東西：風水、生理、沉沒成本。即係3樣東西加在一起，就係賭場最毒嘅局。你怎樣走進去，怎樣坐下嚟，怎樣不肯走，唔怎樣輸到最後1毛錢，全部藏在這3樣東西裏面。我們先從第一層開始。我每次去賭場都會做一件很無聊嘅事，我會先在大廳裏走一圈，故意不玩，就看什麼？看人。但後來我發現，其實更值得看的是那個空間本身。你有沒有發現，賭場裏面永遠是亮堂堂的，所有的燈光都打在賭桌和老虎機上面，光線是暖黃色嘅，照在籌碼上會反光，特別好看，特別誘人。但是你試試看，找一下出球的方向，出球那邊的光線明顯要暗一些，甚至有點發灰，這不是巧合，燈光的明暗對比是刻意做出嚟嘅，錢天生會俾靚嘅地方吸引。所以你的視線會不自覺地往賭桌那邊看，而不是向出口那邊看。你看得越多，就要越想走過去坐一坐。係有天花板，你有冇留意過？賭場嘅層高通常都不高，不像酒店大堂那樣氣派挑高。前門嘅天花板是壓下嚟嘅。為什麼要這樣做？因為低矮嘅天花板會讓人產生一種被包裹嘅感覺，缺乏開闊感，警覺性會自然降低。加上周圍嘅噪音、音樂、燈光刺激，很快就會進入一種半封閉嘅狀態。你報在外面嘅世界，你只關注係眼前這張桌子，這台機器係有地毯，情的地毯。係出了名的花哨，而且花紋節齒複雜。你下次可以低頭看看那些字和圖形微彩一樣的色塊，會讓你的大腦多花一點點時間去處理視覺信息。就那麼一點點，你走路的速度就會放慢，你走慢啦。經過更多賭桌嘅時間就變長啦。你在每張賭桌旁邊多停留0點幾秒，你坐下嚟玩一把嘅概率就在增加這些實際嘅細節。你說它是風水也行，你說它是神為設計也行，本質上都是一回事，喺度讓你進來之後不那麼容易出去。其實真正的風水要做嘅不只是空間上的美學，係有時間上的美學。賭場裏面冇有窗戶，呢一點幾乎所有人都知道，但很少有人真的去想。這意味着什麼？外面是白天還是黑夜？裏面完全看不出來。
你在賭場你待了3小時、6個小時、10個小時，你完全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麼。沒有倉庫，就唔係外面你的世界呢個概念。你所有的注意力都被限制在這個封閉的空間裡面。更厲害的是，和賭場裡面幾乎沒有時鐘，就算偶爾有字嘅，也是放在很不顯眼的位置，而且字體很小。你如果想看時間，你哋專門去找，就會在玩得正投入嘅時候，專門去找時鐘呢？沒有人嘅。你最大嘅時間參考就係你自己手機嘅屏幕嘅。但你把手機拿出嚟看，時間嘅頻率喺賭場裡面會明顯下降，因為你手上有籌碼，你眼睛盯着荷官，你耳朵聽着機器響，嘅注意力已經全部被佔滿了。還有一個細節，賭場嘅燈光是恆定嘅，24小時都是同一個色溫、同一個亮度。邊去係這樣，凌晨3點去也是這樣。你哋身體其實有一套內在嘅生物鐘，係會根據外部光線嘅變化嚟調節你的覺醒度和疲勞感。但當外部光線永遠不變嘅時候，你這套生物鐘就失去了參考坐標，和你不再知道現在是幾點，你不再知道自己是該清醒還是該困，你只是不斷地玩下去。因此，和我有個朋友曾經跟我分享過個經歷，他說他有一次下午2點進賭場，覺得自己玩了1個多小時，結果一掏手機已經是凌晨1點，他完全沒感覺到時間過了這麼久。這不是因為他記性差，這是因為他所處的那個環境，所有嘅時間提示全部拿掉了，沒有倉庫，沒有時鐘，有光線的變化。你就像一個被關在一個恒溫恒光嘅盒子嚟嘅實驗品，你完全揾有時間感。風水和空間設計是啲人困住啦，但光把人困住係不夠，賭場係得讓你願意留下來。怎麼讓你願意留下來？答案是對你的身體動手。你的空調溫度係經過研究嘅，你知道它常年維持在大約多少度嗎？20至14度左右。呢個溫度不冷不熱，讓人體嘅警覺性高。好處就係一個微妙嘅位置，你唔會覺得冷到想走，也唔會覺得暖到想睡。你處在一個未醒覺嘅狀態，何在這個狀態下，你做決策嘅時候會比平時更衝動，更願意承擔風險。係有一件事你可能更意想不到，有些賭場嘅通風系統裏會釋放非常微量嘅氧氣，你濕進去之後，大腦會保持一種輕度嘅興奮狀態，和你覺得自己今天狀態特別好，精神奕奕，思維清晰，但實際上是環境在推着你走。你以為是你的運氣嚟了，其實是你的大腦被輕輕刺激了一下。然後就是你每次玩老虎機的時候，那個差一點點就中低撳咗，呢個太經典啦，時間好好猜。你玩過老虎機吧？你按一下按鈕轉輪開始轉，然後慢慢停下來，第一個圖案對了，第二個圖案也對了，第三個圖案差一格，差點點就3個一樣。你那一刻是不是有一種特別強烈的感覺？哎呀，然後就差一點點，然後你是什麼反應？你呢刻再按一下，因為你覺得下一次就中啦。這個現象就係心理學上有一個名字叫近失效應。
近是接近的近，失是失去的失。科學人就發現，人經歷差一點就成功的時候，大腦產生的呢種興奮感，咁真正嘅實的興奮力產生的興奮感，在神經層面是非常接近嘅。大腦會分泌多巴胺，你會覺得興奮，覺得充滿希望，覺得我在正確嘅路上。賭場嘅蝕底者心硬此道，喺在老虎機嘅情緒裏，故意讓近失嘅頻率比正常隨機情況下更高。也就是呢說你看到差一格就中的次數就唔係，和比你正常運氣下應該看到嘅次數要更多。每次你看到差一格，你哋大腦就會釋放多巴胺，你就會被刺激一次，就會想再玩一次，即係就形成呢一個循環。你輸錢同你慳到差一格，你覺得快要贏，你繼續玩，你又輸錢，你又看到差一格，你又覺得快要贏，你又繼續玩，你就不停嘅追逐一個幾乎不存在嘅下一次。身體就在呢個過程裏被不斷嘅刺激，不斷嘅操控。說到這裡，我想問一問屏幕前的你，心里何？你有沒有經歷過呢種感覺？就是玩老虎機或者賭桌嘅時候，中咗嘅差一點點就中咧，然後不由自主地又下注你一把，種就快贏嘅感覺，是咪讓你一次又一次地把籌碼推你出去？如果你經常有呢種差一點點嘅感覺，先可以在評論區打1。如果你覺得自己從來未有被幾種感覺影響過，你可以打2。投完票之後，我建議你翻評論區，我敢肯定很多人會分享他們自己嘅經歷，你會發現呢種感覺不是你一個人有，它幾乎是每一個進過賭場嘅人都經歷過嘅。好啦，我咪繼續風水和空間設計困住你的身體，生理反應推着你的情緒，真正讓你輸得徹底嘅係第3層，它叫做沉沒成本。呢一刀是最毒嘅，你有沒有試過呢樣？在賭場裏玩了一段時間，輸了一些錢，你心裏開始猶豫要不要走，但這個時候你的腦子裏會出現一個聲音，真經和這個聲音說，你已經玩了這麼久了，你已經輸了這麼多了，如果現在走，前面輸掉的那些時間和錢就白白浪費了，再玩一會兒吧，說不定能贏回來。就是這個聲音，這個聲音就是沉沒成本謬誤在跟你說話。什麼叫沉沒成本？就是你已經在某件事情上投入了時間、金錢或者精力，這些投入已經花出去了，拿不回來了。理性的決策應該怎麼做？正嘅決策是指向未來，未來我繼續玩，我的期望是什麼？是正還是負？如果是負的，我就應該走，不管我之前投了多少，這都已經跟我沒關係了。但我們人類的大腦不是這樣運作嘅，我們天生討厭浪費。你花了100塊買了一張電影票，和看了20分鐘發現是爛片，但你硬生生坐了2個小時把它看完，為什麼？因為你覺得票都買了，不看完就浪費了。在一家餐廳排了40分鐘的隊，結果菜說上了之後發現很難吃，你還是硬着頭皮把它吃完了。為什麼？因為你覺得都排了這麼久隊了，不吃就白排了。賭場玩的就同一個套路，
你坐下嘅時候先輸你一點，照自己再玩2把紅下，你又輸你一點，你告訴自己再玩係可能會有轉機。你越玩越久，輸得越嚟越多，你離開你硬，難度就越嚟越大。因為你的大腦在跟你說，你已經投了這麼多時間了，你已經輸了這麼多錢了，你現在做前面嘅一切就真係白費啦。賭場不怕你贏，因為你贏啦也不會走，你會覺得運氣怎麼好，繼續玩啊，還能贏更多。認錯心理學，和賭場更怕你輸，因為你輸啦就更不會走啦。你會覺得我得把輸掉嘅追回來，所以無論是贏還是輸，你都走不了。坐下嚟嘅那一刻，你就已經進入了一個很難逃出嚟嘅心理陷阱。好，3樣東西我們全部測完了，思想多。我們回頭看一看，他們係怎麼疊在一起的。第一層風水布陣，你踏入賭場的瞬間，你的空間感和時間感就被消除了，找不到出口，你感覺唔到時間流逝，你只是不停嘅往前走，不停嘅坐下來。第一層生理反應，你坐下來之後，而嘅溫度、通風、你的氧氣、老虎機上嘅近視效應，全部就係推着你的身體往前走。你的心跳加速，你的多巴胺分泌，覺得興奮，覺得狀態好，覺得今天有戲。你以為這是你的感覺，其實係環境就係塑造你的感覺。第3層沉沒成本，錢走，輸了錢，你的大腦告訴你不能走，走了就虧了。於是你繼續玩，你越玩越久，輸得越嚟越多，咁和你越嚟越走不了。3層疊在一起就是一個完整嘅收吉系統。你以為自己是自由嘅，每一步都係自己嘅選擇。我再玩一把，我不甘心，我運氣還未到，但實際上你只是在一條已經被鋪好嘅路上走下去。路的兩邊有燈光吸引你，路上有陣陣涼風讓你舒爽，有各種誘人嘅圖案和聲音讓你興奮。你一直走到路的盡頭，錢包空了。所以我一直覺得最厲害嘅地方不是數學，數學誰都會算，概率係擺在哪裡嘅。賭場真正厲害嘅係他對人嘅理解，知道你的眼睛會被光吸引，你的腳步會被複雜嘅地毯放慢，你嘅時間感會被唔有倉庫嘅環境模糊。至多你的大腦會在差一點點面嘅時候分泌多巴胺，讓你興奮，讓你衝動。他知道你不甘心浪費已經付出嘅時間和金錢，和他會利用這種不甘心把你留到最後一刻。如果你看完了這些，你可能會問一個很實際的問題，那我是不是再也不能進賭場了？我的回答是，你當然可以進。進賭場本身不是問題，是你進去的時候有沒有搞清楚自己在做什麼？如果知道自己是拿咗200塊去買1個小時嘅娛樂，知道那些燈光嘅閃爍、機器嘅響聲、籌碼嘅碰撞聲，就是你花錢買到嘅體驗。知道這跟係看一場電影、吃一頓好飯，本質上沒有區別。你進去了，玩夠了，走了，這是清醒嘅消費，完全沒有問題。但如果你進去了，你覺得自己可以贏過賭場，你覺得自己今天運氣很旺，覺得自己可以找到下的破綻，那你就是在騙自己。
你面對嘅不是一個人的運氣，也不是一個簡單的機器，面對嘅係一整套經過咧數十年迭代，由無數心理學家、空間設計師、工程師共同打磨出嚟嘅系統。你不是就係跟運氣博弈似嘅，你就係跟一個精密設計嘅系統博弈。破呢個局嘅唯一方法就係看清它。你以後進賭場嘅時候，稍微留個心眼，頭看一下天花板，低頭看一眼地毯，感受一下空調的溫度，留意一下那個差一點點就中的感覺是什麼時候出現的。看到它的那一刻，它對你的控制力就已經減弱了一大截。好了，今天的插曲就到這裡。從風水佈陣到生理反應，再到沉沒成本3層東西，我們一次性拆完了。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對你有一點啟發，如果你希望看到更多這類把局拆開唔係咁你看嘅視頻，你可以點個關注，我每週都會拆一個局咁你看。下期我打算聊一個很多職業賭徒掛在嘴邊嘅東西，叫凱利公式。這條公式到底能不能真正用在賭場裡？它是真科學嘅另一種包裝過嘅自欺欺人。如果你有興趣，點個關注，我們下期見。我是呢個願意幫你把賬算清楚嘅人，下次見。